湖心路嘅裝修天花板就係我哋五洲家園呢一個啦嚇，睇下116平方可以做到大4房啊！最關鍵咧，佢使用係超過113%喎，客廳嘅開間可以去到4.6米啊！哇，非常之寬闊啊！而且佢嘅裝修標準係非常之高嘅，全屋嘅冷氣都係交標，包括吊燈啊，包括全屋嘅家燈，仲有兩邊嘅背景牆。佢嘅交流邊係非常之高嘅，係一個護牆板嚟噶。OK， 呢啲都唔夠嘅話，再過嚟睇下我哋呢個位置嚇。呢啲地氈咧，佢係1.5米乘75長嘅一個大理石，哇，非常之靚仔啊嚇！仲過嚟睇下我哋呢個嘅一個交標，當然啦，佢交流標準嘅時候，呢度係有一個推拉門嘅。最關鍵咧，佢呢個咧係就我哋呢個嘅一個風窗咧，佢都係做好交俾你嘅喎。同埋省到好多時咧，還有咧就係我哋從我哋呢陽台望佢，哇！呢啲視線係非常之靚仔喎，冇任何嘅一個遮擋，哇！真係好震撼啊！客廳呢邊你睇下嚇，可以擺一個8到10個人嘅餐台係冇任何問題嘅喎，非常之闊落嚇。再過嚟睇下我哋廚房呢邊啊，仲加正啊！廚房呢邊咧，嗱放一個雙門嘅冰箱啦，綽綽有餘喎。還有咧，你睇下佢所有啲大理石啊，同埋佢個台面都係用一個岩板嚟做嘅，係非常之正嘅一個7嚟格嚇。換機消毒櫃不在話下，仲有咧就係我哋一個水龍頭啊，深縮嘅水龍頭啦。還有下邊一個有個自動嘅熱水寶嚇，你冬天洗嘢咧唔使放咁多水，直接就有熱水噶啦嚇。OK， 再過嚟仲有我哋呢個位置咧，入門呢度咧，佢係有一個入戶花園噶嚇。當然佢而家係自己做一個櫃啦嚇，非常之實用喎。然後咧，你睇下我哋呢度動靜分離嘅地方嚇，所有呢啲牆係用一個藝術漆嘅環保藝術漆啦，防潮防污都可以搞得掂嚇。間店睇下我呢間房啦，呢間房嘅背景牆全部做好嚇，非常之大喎。另外呢間咧倡議間咧，佢係做咗一個書房啊，哇塞，真係好靚仔啊嚇！咁另外一間房，你睇下呢間房又非常之大嘅喎，背景牆全部同你做晒啊！再過嚟呢度最關鍵係我哋個衞生間嗰度非常之靚嘅嚇，包括我哋主人間個衞生間咧，嗰度係智能馬桶嚟噶嚇。然後咧睇下我哋呢啲櫃係全部做晒，呢啲櫃係帶埋燈帶啦，而且好深噶嚇，放大衣嗰啲冇問題喎。再過嚟睇下我哋呢邊啦，主人間呢度啦，兩邊嘅背景牆都做到非常之靚噶嚇，都有背景牆。仲有咧，我哋呢邊嘅視線又非常之靚噶嚇，116平方可以做到，其他樓盤要到150平方先可以做到嘅，你信唔信咧？如果有咩問題嘅留言，我發啲資料俾你。